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那今天早晨很高兴能够来一起在神的殿中来敬拜我们的神，好不好？邀请每位弟兄姐妹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要欢喜快乐来敬拜我们的神。阿们。因为神是叫我们抬起来的神。耶和华是我的主，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至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的拯，必不至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手虽然有哭泣，一手虽然有哭泣，造成我们的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我们来宣告：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手虽然有哭泣，造成我们的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好不好？今天早晨我们要极力来赞美我们耶和华，赞美我们的神。我们要宣告耶和华已经得胜了。我们一起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和华赞美你，我们赞美你，主，因为你的灵亲自浇灌我们当中，主啊，你是叫我们抬起来的神，主啊，赞美你，是赞你的恩，是我的盾牌，是我的力量。哈利路亚！赞美你，耶稣，是我们所在的神。哈利路亚！力量，我们赞美你，耶稣，我要赞美你，赞美你的话语藏在我的口中，我要来赞美你，耶稣。哈利路亚，耶稣，谢谢你何等的爱我，还有丰盛慈爱怜悯的神，我赞美你，耶稣。哈利路亚，谢谢你，耶稣。主，我们要赞美你，扬声来向你来敬拜，来赞美你。我们要宣告耶和华是我们的主。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至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的拯，必不至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手虽然有哭泣，造成我们的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们再次来宣告耶和华是我们四围的盾牌。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手虽然有哭泣，造成我们的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一手虽然有哭泣，一手虽然有哭泣，造成我们的欢呼。你是我的帮助。主啊，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帮助，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阿们，我们哈利路给神一个亚！大大的欢呼声！哇！我们赞美你，耶稣！主啊，你配得我们颂赞，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谢谢你，赞美你，耶稣！主，谢谢你，主啊，孩子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谢谢你，主啊，你是我们的力量，主啊，你是我们的帮助。我的诗歌，我的拯救，
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我的诗歌，我的诗歌，主啊，谢谢你，主啊，你是我们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主啊，你是我们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啊，你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高台。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你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啊，我们只在乎你。主，谢谢你，我的诗歌，我的赞颂。好不好？我们单单为主来唱，我们来向主来唱，这是我们内心的祷告。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你不动摇。主，你是我。是的，我们唯一的盼望就在你身上。主，谢谢你。好吧，在这时候，我们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更多敞开我们的心，我们来欢迎神的灵与我们同在。主啊，真的是求你来充满我们。主啊，求你就自由运行在我们中间。
主啊，你的灵向我们来吹气。哈利路亚，主，谢谢你。圣灵，请你来。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追求你，主，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让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追求你，主，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圣灵啊，我们邀请你在我们中间。好不好的时候，我们不用局限任何的方式，我们用祷告，用自由的歌唱来敬拜我们的神，来向神来更多倾心吐意。好不好？我们这时候我们自由的来歌唱，自由的来敬拜。我追求你，我敬拜你，耶稣。我追求你，你主，我将生命献。我们单单来向神来高举我们的双手。主，我们在这里，主，我们在这里，我们需要你。主啊，你向我们来吹气，夺去我们那不仁不乐的心。主，真的是夺去我们的担忧。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耶稣。我们追求你，耶稣。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我要追求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我们单单为主来唱，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好不好？这时候我们再一次来为主来唱，我追求你，我追求你，耶稣。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敬拜你，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我敬拜你，耶稣。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主，谢谢你，耶稣，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主啊，真的是愿我们在今天早晨的敬拜能够成为那馨香的活祭，能够到你面前，能够到你祭坛前。主，求你来悦纳我们的敬拜。主，谢谢你，耶稣，孩子感谢你。我们将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宝贵的生命祈求，
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带领我们以诗歌赞美来开始今天的礼拜。现在我们一起来攻读圣经上帝的话语，记载在新约启示录3章14到22节。新约启示录3章14到22节，那记载在现代中文译本383页。第14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天使，说：那位阿们就是忠实可靠的见证者，那位上帝创造之根源这样说。第15节，我知道你所做的，我知道你不冷不热，我倒愿意你或冷或热。第16节，因为你像温水一样，既不冷也不热，我要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第17节，你说我富足宽裕，毫无缺乏，然而你不知道你自己是多么悲惨可怜，你贫穷失明，又赤身肉体。第18节，所以我劝你向我买精炼的金子，好使你富足；又买白袍穿上，好遮盖你那可羞耻的裸体；也买眼药擦你的眼睛，好使你能够看见。第19节，对我所爱的人，我都责备管教，所以你要热心，要悔改。第20节，听吧，我站在门外敲门，若有人听见我的声音而开门，我要进去，我要和他一起吃饭，他也要跟我一起吃饭。第21节，至于那得胜的人，我要赐特权给他，在我宝座上跟我同坐，正如我已经得胜，现在跟我父亲同坐在他宝座上一样。第22节，圣灵向各教会所说的话，在耳朵的都听吧。今天我们要传讲的讯息是请蔡正道牧师传讲，题目是合神心意的教会，请大家一同恭敬来领受。大家平安。今天我们在周报上面写的题目是火热的教会。那牧师稍微做一点更改因为我们在第3堂的礼拜之后，我们要召开和会。牧师期待我们的教会真正能够成为一个不单单是火热，而且是合神心意的教会。在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每每透过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灵粮。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明白你的心意，那我们可以合乎你的心意。主，我们是多么恳求，多么渴求我们的教会是合您心意的教会，是火热的教会。求主帮助我们，再一次点燃我们复兴火热的火，让我们在教会当中推动的每一项事工都是荣耀你，祝福人。求主帮助我们，此刻我们要聆听你的话，也求主帮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注目在你的话语当中，从这样来得到帮助。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新约的启示录。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的脉络，它是复活的耶稣基督透过启示录的作者写给7间教会的信。那这一封是最后一封，就是第7封，是写给一个教会叫做老底嘉教会的信。那我们从内容来看，这封信几乎没有一句好话。这封信是一封责备的信，全部都是谴责的话。因为老底嘉教会在上帝的眼中是一间没有活力、没有生命力、没有火热、失去功能的教会。所以我们要仔细的来看，以免重蹈老底嘉教会的覆辙。首先我们来看老底嘉这个城市。老底嘉这个城市在当时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大概有3大特点。首先，这个城市是以富有出名。老底嘉在当时是一个交通的中心，同时也是一个金融跟商业的都市。它的商业的交易非常的频繁，可以说是小亚细亚最富裕的都市之一。从一个例子来看，就知道它的富裕到什么程度。就是在主后61年的时候，这个地区发生一个非常严重的地震，非常严重的地震，几乎整个城大多数的地方都毁掉。当时的罗马皇帝叫做尼禄，他原本计划想要用国家的力量资助重建的经费，但是这个城的人民拒绝了，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经济能力非常的自满，他们认为他们有足够的能力来完成自己城市的重建，所以我们由此可知，它是一个非常富裕的一个商业的城市。那第二个，老底嘉这个城市它以纺织业出名。这个城市，它的纺织业非常的发达，特别是他们出产一种毛料色泽乌黑光泽、品质非常好的这个毛料，可以用来编织地毯，是当时最高级的家庭的装饰，也可以用来织这个黑色非常华丽的毛衣。所以当时的人人都知道，老底嘉城制造的这个黑色的羊毛衣是最奢侈的衣着，就像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名牌一样。所以它的纺织业是非常发达。那第三个，这个城市它也是当时的一个医药中心。我们知道经济水准越高，那这个居民要求生活的品质就越高，所以医疗的这个水准也越提高。特别这个城市有出产2种非常出名的这个药，第一种是耳朵的药，那另外一种更出名就是眼睛的药，眼药膏是远近驰名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城市，第一个它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商业城市，第二个它纺织业非常的发达，第三个它以医药出名。那老底嘉教会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城市当中，所以可想而知我们知道老底嘉教会它这个生长就是它存在的背景就是这样。照理说被设立在这样一个城市当中的教会，我们期待这间教会能够成为这个城市的光，这个城市的盐。也就是说，教会应该给这个城市带来正向的影响。但是好像老底嘉教会没有这样，反倒受到这个城市世俗价值观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就是复活的耶稣基督透过启示录的作者对这间教会提出很严重的警告。虽然我们不知道这间教会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但是从经文当中，从经文的脉络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说，这个教会大概在几个方向面出了问题。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这样说，他说：“你说就是老底嘉教会自己说，我富足宽裕，毫无缺乏。然而，你不知道你自己是多么悲惨可怜。你贫穷，你失明，你又赤身肉体。”那所以，复活的耶稣基督对这间教会提出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正好跟他们的理解完全相反。他告诉他们说：“你们虽然认为自己很富足了，但是你是拥有让自己贫穷缺乏的财富。”老底嘉教会受到这个城市的影响，他们对自己的经济富裕感到自豪，他们自傲地认为自己身处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城市。当然，这个教会可能也累积了庞大的财富，所以他们认为说，在物质上面我们没有任何的缺乏。牧师要让大家知道，财富的确可以替人做许多的事情。
我们有一句俗语是这样说：金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怎样，万万不能。其实我觉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要非常小心啊。我们要知道，金钱的确不是万能，但是如果我们过度的倚靠金钱的话，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我们知道，如果你有钱的话，你可以买到一个舒适的床，对不对？但是你有钱，你可不可以买到安稳的睡眠？没有办法。有钱的人可以买到一栋美丽的豪宅，但是你买不到家庭的和乐。有钱的人可以盖一栋堂皇的教会，但是不能买到虔诚的信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以为财富可以做好所有的事情，那他实实在在是贫穷的可怜。一个教会也是如此。如果教会认为自己毫无缺乏，自高自满，我们的灵性上面就非常非常的贫穷。这是复活的耶稣基督对老底嘉教会提出的第一个警告。第二个，他说你赤身肉体。我们知道我刚才说过，老底嘉这个城市出产非常出名的高级的毛料，可以编织非常美丽华丽的衣服，但是复活的耶稣基督却警告他们：你们赤身肉体啊！在当时，赤身肉体是一种耻辱。倘若一个人只会用一个华丽的衣服来装饰自己，但是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装饰他的内在，装饰自己的灵命，那即使他外表穿得非常光鲜亮丽，其实他的内心是非常贫乏，灵性是非常贫乏的。如果一间教会外表光鲜亮丽，但事实上缺乏灵性的培育，就如同耶稣基督提出的警告一样，是赤身肉体的羞耻。然后接着我们来看第三个，老底嘉这个城市对他们的医药非常的自豪，他们出名的眼药，他们觉得非常的骄傲。但是复活的耶稣基督警告他们：你们虽然有可以治疗眼睛的眼药，但是你们的双眼却被蒙蔽了，你们灵性上是盲目的，对自己灵性上的赤身肉体跟自己灵性上的贫穷欠缺一无所见。所以复活的耶稣基督特别期待他们把灵性的眼睛打开，来反省自己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老底嘉教会的处境。我相信双联教会不至于此的，但是我们也要这样子来提醒自己，不要因为我们过度的骄傲自满，以至于跟老底教会沦落到同样的命运。今天你去老底嘉地区，已经看不到这间教会了，可能是因为他们真正是没有符合上帝的心意，而被神淘汰了。我们来看老底嘉教会的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刚才所提到这三个问题，根源在于他们对于信仰的态度。之所以会造成老底嘉教会自认为经济丰富却灵性贫乏，衣着光鲜亮丽却赤身肉体，眼药出名但是却灵性盲目，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他们信仰是不冷也不热的一种信仰态度。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说：我知道你所做的，我知道你不冷不热，我倒愿你或冷或热，因为你像温水一样，既不冷也不热，我要从我口中把你吐出来。哇，这是非常严重的警告。我们待会会讲说，神要把它从口中吐出来。我们看到在这边圣经用不冷不热这个形容词来描述，可能跟当地的地理环境有关系。我们要知道老底嘉教会它是处在一条温泉流域的中游，在这个温泉的泉源冒出来的地方，温泉是热腾腾的，热腾腾的温泉对人的健康有帮助。我们知道去泡这个热腾腾的温泉对身体有帮助，可以治疗一些疾病。那当这个温泉
流过广大的平原，一直流到老底家的时候，这温泉这样不冷也不热了。好，我们先不要看这个部分。当这个不冷不热的温泉继续流到了哥罗西的地方，因为经过的时间比较长，好，然后到了哥罗西的地方变成一个冷泉了。那冷泉也有其他的一个功效，就是冷泉它可以振奋人的精神，可以使人的精神重新振奋起来。那不管是热的温泉或是冷泉，其实对人都有帮助。而老底嘉教会正处在中间，这个泉水变成不冷不热了。而且我们要知道，这个温泉的泉水里面含有许多的矿物质。到老底嘉教会的时候，因为不冷不热，而且那个矿物质还没有沉淀，所以喝下去的时候难以下咽了，所以不得不吐出来。但是当他到了冷泉的时候，到了哥罗西地区的时候，这个冷泉因为矿物质已经沉淀下去，所以变得可以一方面可以使精神好，一方面也可以饮用。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我们知道这个地理背景之后，我们就不难明白说，圣经的作者说复活的耶稣基督怎么透过圣经的作者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冷也不热，意思是说你们连一点功用也没有。温泉可以使身体健康，冷泉可以使精神抖擞，但是不冷不热的泉水甚至难以下咽，一点用处也没有。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意思是说，如果一间教会它没有办法发挥功能，将被复活的耶稣基督所弃绝。亲爱的弟兄姐妹，已经不冷不热，不能发挥功能的教会，将要被上帝所弃绝。所以牧师刚才说的，今天你到老底嘉地区，已经找不到这间教会了。所以我们不得不透过这样子来反思，到底什么样的教会是一间合上帝心意的教会，可以发挥出功能的教会。耶稣接着这样说，他说，对我所爱的人，我都责备管教，所以你要热心，要悔改。听吧，我站在门外敲门，若有人听见我的声音而开门的，我要进去，我要跟他一起吃饭，他也要跟我一起吃饭。所以耶稣勉励老底嘉教会的人要悔改，不要再不冷不热，要发挥它的功能。虽然他们现在活得并不满足上帝的心意，但是上帝还是不放弃他们，还是期待他们能够改变。我们由此来学习如何成为合上帝心意的教会。牧师要跟大家分享4个重点。首先，第一个，耶稣劝他们要买精炼的金子，来得到真正的富足。我们不要误以为这个精炼的金子是真正那个财宝的那个金子，不是。这边是指信心，因为我们如果看到圣经彼得前书第1章第7节，这边告诉我们说，精炼的金子指的就是信心。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说，这种经历无非是要证明你们的确有坚定的信心，甚至那能毁坏的金子也得经过火炼。你们的信心比金子贵重多了，更必须受考验，好使你们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日子得到称赞、光荣跟尊贵。所以我们非常明显的，这边指精炼的金子是指信心，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恢复我们对上帝的信心，而不是一直存留在对于物质的依靠。因为如果一个能够持守信心的人，他便可以面对所有事情的挑战，他才是真正的富足，他一无缺乏。因为我们所信仰的神是一个富足的神，而不是依靠那个会消失的财物跟钱财。充足的信心会使教会合神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是我们旧历年的最后一个礼拜，我们即将迎接新的一年来临。我不知道我们要用什么样来面对未来的挑战。我们是依靠自己的能力，依靠自己的财富，
或者是我们全心透过我们充足的信心来仰赖这个可以供应我们所有能力的上帝。这是我们教会以及我们个人必须要去反省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耶稣要他们去买白袍穿上。这边的白袍是指圣洁谦卑的心，跟他们所织出来的羊毛的黑色的羊毛正好形成一个对比。他们以自己的黑色羊毛料为骄傲，但是上帝要他们去买白袍。诗篇149篇的第4节说，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而我们在启示录当中，我们也看到白袍是象征着神给我们的救恩。白袍就是救恩的象征，所以我们明白，我们要透过谦卑柔和的心去除掉骄傲。因为一个拥有骄傲的心的人，不可能对上帝的事感到热心，而是以自己的成就为荣。所以我们要除掉这个，把骄傲的心拿掉，取代谦卑柔和的心。双年教会是一个有100年传统的教会，我们过去有非常好的传统，但是我们不要因此而自得自满。我们更应该明白，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欠缺跟软弱。我们祈求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用柔和谦卑的心来迎接上帝的救恩。这是新的一年当中牧师给大家的勉励。好，第3个部分，我们看到耶稣要老底嘉教会的人买眼药，使眼睛能够看得见。这个是指用上帝的话来清洁眼目。诗篇19篇的第8节，我们看到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就是当我们把上帝的话语放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的眼睛就亮起来，就可以看见上帝的心意。我们如果常常研读上帝的话语，自然而然能够清洁我们的眼目，使我们看得见上帝的心意。我们是不是愿意委身在上帝的话语？牧师来到双年教会之后，我很期待透过每个主日的讲道，透过一系列的分享，让大家更明白上帝的话语的奥秘，能够满足神的心意。我们在过去所讲的这个信息，我们把它累积成一本讲道集。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本讲道集，可以帮助大家在上帝的话语的扎根上面有更深的帮助。所以期待大家可以去买来读，好好的研读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未来我们也会需要委身在神的话语。我常常觉得双年教会的弟兄姐妹是非常幸福的。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有我们的同工牧者，帮助大家把我们的读经进度都排好了，而且我们邀请很多我们的同工，还有其他的教会的一些传道们，一起来录制每日亮光，帮助大家在每天去研读上帝的话语，可以更明白。然后，如果你有加入教会的赖群组，每天早上都有牧师分享他读经的心得，到了晚上又有牧者写他读经的祷告文。这么多的人在帮助我们了解上帝的话，我们更应该使用这些资源，把上帝的话定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用上帝的话来清洁我们的眼目，让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心意。最后一个，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他在门外叩门。我们一个教会要合上帝的心意，就是要迎接耶稣基督到我们当中，让耶稣在这边掌权，让耶稣在这边动工。耶稣应许说他在门外叩门，我们把门打开，他就进来，允许我们跟我们一起共享宴席。我们期待
我们的教会是欢迎耶稣进来掌权的教会。当耶稣来我们当中掌权的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就越来越合乎上帝的心意。待会第3堂的礼拜结束之后，我们要召开我们的合会，我们会检讨过去1年当中神在我们当中的恩典，也会展望未来我们应该怎么做更能符合上帝的心意。期待我们的心要预备好，用信心追求心灵的富足，以谦卑柔和去除掉我们心中的骄傲，用上帝的话来清洁我们的眼目，并且打开我们的心，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让我们心就火热起来，让我们的教会就更合乎上帝的心意。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激励我们。主，我们何等渴慕与你同在，并且透过你的引领，让我们的教会更合乎你的心意。求主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现在我们要来恭守圣餐，在开始前，请各位弟兄姐妹起立。我们要同声开口，用使徒圣经再一次做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的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属于他的教会，按照教会的规矩，可以领受圣餐者，也就是接受过成人洗礼或是坚信礼的弟兄姐妹，大家一起与主同桌，恭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听主耶稣对凡归向他的人所说恩典的话。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安息。”他也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各位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们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新约圣经当中保罗先生所说的：“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曾经拿起饼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吃完之后，也拿起杯来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曾拿起饼来祝谢。我们现在照他的模样，一起来感谢神。亲爱的主，现在我们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了纪念主耶稣基督永远赎罪的祭。主啊，我们谦卑恳求你，求你差遣圣灵将我们分别为圣，又分别这些摆在你面前的饼跟葡萄汁为圣。让我们接受这些，借着信而分享你的身体跟宝血，因着你恩典的帮助，使我们在灵里得着培育，也能够持续在你的恩典当中成长，来荣耀你的圣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当我们拿到这个饼的时候，我们在心中感谢神，因耶稣基督所做的牺牲，我们得着上帝所赏赐的恩典。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当如此行，来纪念他，一同来领受。这个杯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我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为了救赎我们的罪所流出的。我们拿到这个杯的时候，
我们在心中感谢神，他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带来恩典。这个杯是新约，是用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我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一同来领受。你们每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各位同在，我们一同来感谢。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极大的爱，邀请我们进入你的盛宴当中，让我们领受你的圣餐，来培育我们的灵命，并且透过圣餐，再一次使我们明白你喜爱我们，保守我们，也让我们明白我们是满有圣子奥妙身体的肢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国度的后裔。亲爱的主，我们谦卑在你面前祈求，当我们再次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时，求你悦纳我们，并且以你的慈爱持续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持续这个圣洁的交通，以后透过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在此，请代表双联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本堂礼拜的来宾。如果还没有在礼拜堂外填写留名卡的来宾，请你可以拿起座位前的留名卡来填写，那并交给等一下收奉献的执事与同工。那好，让我们有机会能够进一步来认识你。那请大家用预备心来奉献。
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来到这里，一同敬拜赞美你。感谢你赏赐我们丰富的恩典与才能，让我们在日常生活所需不致缺乏。主啊，也请你帮助我们学习谦卑，不靠自己的能力，而是定睛在上帝，仰赖上帝，让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我们在此献上微薄的奉献，作为教会圣工所用，求主悦纳。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要报告，请大家打开周报，一同来关心教会的事工。请看周报第4页。第一点，本周特别事工。本周日第3场礼拜后，随即召开2017年度定期会员合会，请在籍现有陪参会员留步参加。第3点，肢体关怀。本会会有蓝秀珍姐妹于2月2日安息主怀，定于2月12日本周一下午1点，在7楼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第4点，农历春节事工。第一点，2月15号到20号为农历春节假期，有事请洽值班杨新照牧师，敬祝大家新春蒙福。第2点，除夕围炉时，欢迎大家使用本周日周报所夹的家庭礼拜程序举行家庭感恩礼拜。第3点，新春全家感恩礼拜时间是在2月16号周五，大年初一上午10点半，地点是在10楼礼拜堂。那礼拜中特别邀请有志参与献唱咱就来吟诗，请于当天上午10点在10楼礼拜堂参与献唱。第4点，2月18号下主日大年初3，第1、2、4礼拜均暂停。第3场礼拜于上午10点半开始，成人及儿童主日学课程均暂停。第6点，双联社福基金会招募新庄地区探访陪伴志工，那邀请教会弟兄赴基金会新庄服务场域，为服务对象提供访问、关怀与陪伴服务，借此与民众建立关系，适时进行福音的工作。那服务的地点是在新庄。那接下来请大家翻开第7页。资讯传播委员会招募数名信徒委员音控同工，那包括影视制作小组、网络推广小组跟资讯小组的信徒委员与同工，请把握上帝所赐予的恩赐，期盼您的加入，服事于上帝的教会，实际参与福音的传播。那有感动的弟兄姐妹，请于周一到周五到9楼办公室或殿下资讯传播委员会的林义成干事。那我们接下来请蔡牧师欢迎来宾。大家平安。不知道有没有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我们牧师有几点补充报告哈。第一个就是刚才第7页的部分哈，我们资传的委员会特别期待大家参与在这样的事工当中哈，特别我们有很多需要的协助的同工，如果你有兴趣哈，我们会透过安排的训练哈，帮助大家做很好的服事。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前面哈，第5点的部分，第4页的第5点部分哈，我们2017年度的讲道集有一个核定本刚才牧师有提到，那牧师期待说我们可以把这些讲道篇反复的阅读对自己有帮助。另外，我们会把这个
购买的减掉成本之后的结余的钱，奉献给我们的双联福利社会福利基金会来帮助所有的老人的送餐以及居家服务的各项工作另外，牧师来补充报告一点，就是很多人在关心，在花莲这个发生地震之后，教会有什么样的回应的方式那我简单跟大家说明一下事实上，在上个礼拜二发生地震之后，牧师那时候正好在花莲所以感受到地震的强烈那之后，我们长老教会的总会在地震发生1小时之后，就马上在花莲港教会设立一个救灾指挥中心那我们有经过很详细的讨论，因为我们知道在地震发生之后一定会有很多资源涌入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一些预备来怎么样了解哪个部分有真正的缺乏，我们再做配合那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一直到今天牧师都持续的在跟灾区我们长老教会的救灾中心保持很密切的联络并且公报社的记者每天都会跟我报告当地的情况，所以对于当地的情况，牧师是有清楚的了解所以现在长老教会总会有几个重要的措施，因为现在资源其实蛮足够的就公报社的记者跟我说，当地的社会资源包含政府的资源都非常足够，现在第一时间就是要赶快救助那些被受困的灾民。那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家庭受到就是房屋受到破坏的，必须要收容集中的地方这些灾民他们的资源也足够，但是比较欠缺的就是人家的慰问跟关怀别的宗教信仰的机构组织他们有大量的人力，大概是教会的超过10倍的人力在那边做关怀，那很需要这样的人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距离上的原因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做几样的资源第一个就是救灾中心有4个服务项目，第一个就是道府的水电的检修，就是帮助那个当地有一些水电就是房屋有水电失去功能的，会帮助检修。那供应饮用水，还有这个供应去救灾的这些消防人员的食物。那另外前往安置中心去探访关怀祷告。那现在比较缺乏真的是有志工要去做这个关怀探访祷告。如果你时间上允许又有这样的热忱可以跟教会报名，我们可以去到当地去做这样的关心。如果没有，我们现在就在我们自己的地方为这个事情祷告。那后续我相信有需要长时间的关怀到时候我们虽然在第一时间没有要求大家为这个事情奉献，但是我们会看灾后的怎么样的状况，会跟大家请求一些资源那请大家特别为这些事情来祷告，我们教会会密切的关心这件事情，并且给予回应。这是牧师的补充报告。这个时候，我们一起起立来唱祝福的歌曲。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与各位同在，直到永远。阿们。这时候我们互相请安问候，愿上帝亲自赐福保守。